大家好，歡迎收睇 Max TV。我哋今日為大家準備咗好多精彩嘅遊歷新容。有冇喊過一個極度荒謬嘅娛樂圈定律？一個女明星只要結咗婚，佢個肚皮就會自動變成全城關注嘅公共空間。只要食多2碗飯，件衫着得貼身少少，網民就會瞬間化身為婦產科醫生，隔住個網同你把脈宣布有喜。呢個聽落好似笑話咁嘅現象，正正就係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強烈拆解嘅城中熱話。話說藝人蕭正楠、曹永廉同埋馬國明日前去到江門舉行三生有幸巡迴演唱會，本來成班好兄弟聚埋一齊唱歌係一件好熱血嘅事，但係全晚嘅最高潮竟然係落在蕭正楠同太太黃翠如嘅公然放閃環節。當時翠如 BB 上台撐老公，蕭正楠拖實老婆隻手，直情清唱咗幾句神曲，一生中最愛。翠如老康家係雙眼發光，好溫柔咁伸手磨住老公塊面，兩公婆隨後仲要嚟個深情擁抱，嗰種閃盲全場嘅甜蜜指數，真係隔住房間個天花板都吻到震錘，全場觀眾尖叫聲、掌聲拆天。本來呢個畫面係一單100%嘅娛樂圈愛情童話，點知網絡世界嘅眼光永遠都係咁反傳統，咁講易錯重點。大批網民完全無視咗佢哋恩愛嘅眼神，反而將視線好似 X 光機咁死死盯住翠如當晚嘅穿搭。當晚翠如其實着得非常低調，只係一件簡約嘅黑色 T 恤加條牛仔褲。但係出事就出喺一個極度日常嘅小動作，佢將件 T 恤嘅錢擺食咗入褲頭度，就係因為呢個識衫動作，令到佢今面睇落去腹部微微隆起，結果一食激起千重浪。網民即刻群情立槍，瘋狂洗版留言話：明顯以為臥胎，我覺得係第二胎，個肚好明顯，恭喜晒！大家睇到呢度係咪覺得好無奈又好搞笑？網民連人哋第一胎都未生，就已經急不及待幫人宣布懷臥胎，呢種催生嘅日程真係令人啼笑皆非。我哋 Max TV 試下將成件事好似當洋蠄咁逐生撕開，點解一個簡單嘅荼毒會引發咁大嘅公關風暴？首先我哋要睇下翠如 BB 嘅神級回應。面對呢排山倒海嘅恭喜黃翠如，冇選擇沉默，亦冇發脾氣出律師信，反而喺 IG 限時動態用一種極度幽默但又帶住一絲絕望嘅語氣親自測坦。佢轉發咗相關報道嘅截圖，激動咁寫低：好對唔住，我將件衫塞咗入條褲度，同埋我肥咗，我錯，我嚟緊啦，食日唔食嘢呢？短短幾十隻字，簡直係公關界嘅教科書級示範。佢主動將自己由高高在上嘅女明星拉低到同希幕前每一個為咗減肥而苦鬼嘅普通女仔一樣，用自嘲嘅方式化解咗一場間隔過懷孕疑雲。但係喺呢份幽默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個令人好心力嘅社會現象。大家諗下，翠如同蕭正楠結婚以嚟一直恩愛如初，兩個人四圍去旅行，享受緊最真實嘅幸福生活，生活開心自然就會心寬體胖。呢種被愛滋潤而產生嘅幸福肥，本來係一件幾咁美好嘅事，但偏偏我哋嘅社會被一種極度病態嘅白瘦幼單一審美觀騎劫咗。女星只要有少少肉地，就一定係有咗或者唔敬業。我哋主動去製造呢啲肥與瘦嘅對立，用放大鏡去檢視一個女明星嘅肚腩，反而完全忽略咗佢喺台上流露緊嗰份最真諦嘅感情。有網民可能會話，大家只係出於關心，想快啲見到佢哋有愛情結晶品啫。但係換個角度冷靜咁睇，當我哋成日抱怨娛樂圈充滿假面夫妻，為咗利益互相利用嘅時候，點解我哋唔去好好欣賞一對願意放低藝人包袱，喺台上真情流露嘅真實伴侶呢？翠如嗰句我錯，我嚟緊呢食日唔食嘢，雖然係一句玩笑，但亦係對大眾健康眼光嘅一次無聲抗議。點解一個女人肥咗少少就要道歉？點解幸福肥唔可以成為一種被讚美嘅狀態？去到節目最後，我想帶出一個驚復性嘅觀點俾大家反思。其實今次嘅禿肚風波，表面上係一單得啖笑嘅烏龍八卦，但核心底佬一對一位要迎合大眾目光，而三餐食菜葉瘦到皮包骨嘅假面夫妻，定係想見到一個雖然將件衫攝錯褲頭搞到禿肚，但係可以肆無忌憚咁按住老公笑到見牙唔見眼嘅真實女人。幸福從來都唔係用腰圍嚟衡量嘅。蕭正楠眼中嗰個微胖嘅黃翠如，絕對比任何過度修圖嘅雜誌封面更加迷人。與其日日催人生仔，用把尺去度人的個肚皮，不如我哋除低副有色眼鏡，好好祝福呢對娛樂圈嘅神仙眷侶，亦都放過身邊每一個努力生活嘅女仔，容許佢哋擁有食飽飯突肚嘅自由。不知道音幕前嘅你哋又對翠如 BB 今次嘅幽默回應有咩睇法呢？
女明星嘅幸福肥到底係咪嘴？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同我哋瘋狂討論，講出你哋最真實、最尖磅嘅睇法。多謝收看，如果你鍾意，記得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哋頻道。我係阿珍，下次見。